由议员林美燕发起，结合台南市妇女联合会、甲康黄金慈善爱心协会共同举办的富康学业进步奖助学金，今年已经迈入第4档。甲一般清寒奖助学金得奖者，必须要前几名无同。弱势学生只要学业进步，不管是进步1分、5分，或者是10分以上，拢会用得到1000到2000块不等的奖学金。我想这些都叔叔阿姨他们对你们这些小朋友你们的关心啊，就是叫做进步奖。进步奖不是像一般的平均85分啊，你要怎样啊？怎样才可以拿到就是奖学金？我们不是，我们是讲鼓励。我们自在就是实质的感觉，就是你有进步的。当时我细汉的时阵，我爸爸妈妈跟我讲的，你只要进步就好啊，你只要进步就好啊。进步就是跟自己挑战，跟自己来比赛。我们去跟别人比赛，我们要让小朋友学习要自我挑战。对家己要有挑战，要有进步，才有进步。所以当初我们的2位理事长在规划这个奖学金的时候，我们的目标是进步奖。进步，你只要进步，我们就给你拍拍手，我们就给你按个赞，我们就给你一个奖学金。今年是刚梅议员讲的第4年了哈，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，所以我们现场你看我们的理监事们，大家挥挥手。今天也特地来给我们的小朋友给个鼓励，一个掌声啊！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理监事也都非常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哈，这样子的一个奖助计划，我觉得是对孩子真的是也是很大的一个鼓励。下午出席领奖的包括南区甲安平区总共17间国中小的校长甲受奖学生的代表，以及市府教育局主秘嘛拢亲自到场，除了递赠感谢状。另外，有受奖的学生来表示感谢。梅议员也特别提到包括我们的寒暑假、我们的便当、我们的夜天使跟今天的这一个进步的奖学金。那我在这边也要谢谢，因为有我们孩子知道这样子的有这个机会，那各校我们都愿意来做这个申请，帮忙积极的鼓励孩子，让他们有进步的空间，有进步的分数。尤其刚才我听到有进步将近20分的了，代表说孩子的这个努力有得到肯定。很感谢能够获得奖学金的帮助，让我知道无论环境多么困难，只要努力就有回报。爸爸妈妈知道也替我开心。心中也充满感激，他们希望我能够把这笔钱用在学习上，累积自己的能力，为自己创造好的循环，将来可以有能力回馈社会，做更多对他人有意义的善事。谢谢大家。今年受奖的学生总共82位，奖学金依照进步分数，1分到5分颁发1000块，6分至10分1500块，进步10分以上奖金2000块。今年总共颁发87000块，另外主办单位还佮加发每一位得奖者一个乳酪蛋糕，对着弱势学生来讲，会用讲是真大的鼓励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